来看屏东的潮州高中110年就申请要起防护球场，让学生落雨天嘛有所在通拍球。也毋过经过4冬外阁还未全部完工。学校是真无奈，讲去拄着疫情欠工等等的状况，嘛换过3间厂商。目前已经有新的厂商接手，要拼9月全部完工启用。一座一座起悬悬的棚仔，顶面拢是太阳能板。放伫棚仔骹的图表示有咧动工啊！这1900外坪地，拢是屏东潮州高中的风雨球场。工程对110年启动，原底按算1年就要起煞，想袂到今年的114年才完成3座篮球场、掺2座的天尼斯球场，阁有3座排球场、1座打击场，甲1座空地也未用好。潮州高中的学生表示，实在是起淡薄仔久。排球、篮球和网球，2年以上了吧？盖得有点慢，就是像我们高一进来之前，像篮球场还没盖好，然后我们差不多快高2的时候才盖好吧。校方无奈表示，工程才签约了无偌久，就拄着疫情问题，建材全部起价，搁欠人，造成规个进度去拖着。4年来，这项工程的厂商嘛已经换过3个施工团队啊。有新的厂商愿意接手，校方表示真感谢。有针对原本适约的厂商开发超过1000万。公司他们的一个分包厂商都有一些交接的一个问题，当然这不是我们学校可以掌握的。那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积极的处理这一部分。太阳那么大那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可以遮阴的地方，那避免学生因为中暑、热衰竭等等。主任讲，目前已经有开放2座天尼斯的球场，甲3座篮球场使用。新的厂商工程按算要伫今年10月才完工。不过校方表示，会甲厂商参详，希望速度较紧的，让学生囡仔伫9月新学期开学的时阵，就会使使用到这个球场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